拜六要投票啊！各地选委会即嘛是无用试试，已经开始咧清点，抑个运送选票。地东县的选委会嘛已经准备要甲选票送去外岛、送去绿岛甲红头树。那红头树这部分可能爱协调空勤总队来协助运送。抑个有一寡23级的外岛，即小岛嘛有16个投开票所，伫明仔载12个时就甲选票送到位。地东县府大里长tou现所站也经历改变，高雄顶市的选务人员这2天爱轮流清点。今年地东县总统甲立委选票，即摆清点选票比过去的选举较紧，毋免搁一张一张点。选委会表示，因为即摆地方选务人员拢有派人到印刷厂甲用甲清点方向，今年只要高雄顶市选务人员搁来较增加各投开票所的总数符合，就会当领会。印刷厂印的都很精准的啦，所以他们就是100张隔一个，他们就点那个大碟这样几碟，然后对报告表对准了以后，然后零数的部分再清点一下这样子。地东县选委会有计11就会当全部送到全县236个投开票所，也毋过离岛、绿岛甲南势的选票，原本初稿爱送到，也毋过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海空运拢受到阻碍。绿岛初10透早才用准运送出，毋过南势8000外场的选票，可能爱协调空勤总队帮忙运送。我们目前还在联系相关单位，包括海巡或者是我们空军的部分来做协助。平湖县的选票也提早伫初8送去县选委会，到初10为止，高雄甲市的选务作业中心伫警方戒备之下，拢已经完成选票点名。不过平湖岛中有岛，也阁有16个小岛有少数居民，选会表示会安排伫12将小岛的选票拢送去投开票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